喺球壇教練呢一個位置，個個都想做自己嘅費加遜、雲加或者係摩連奴嘅，但係現實佢係好殘酷嘅。今期就嚟同大家傾一傾喺球壇入面歷史上最短命嘅教練，3位教練三場噩夢。第一部悲劇奧普嘅39天的理想崩塌。喺25年嘅秋天，奧普就帶住喺熱刺時代嘅榮光嚟到咗森林啦。佢嘗試用佢嘅攻勢型理想主義去改變森林呢一個命運。佢就好似 Weak Press 入面嘅 Fletcher，追求極致嘅節奏同埋完美嘅攻勢。5, 6, and not quite my tempo. 5, 6, 7. Not quite my tempo. It's all good. No worries. Here we go. 結果8場比賽入面一場都未贏過。喺英超第6輪主場0-3輸咗俾車仔之後，森林官方正式宣布肥普被解僱啦。I feel really sorry, really sorry, really sorry。就咁，肥普就成為英超歷史上任期最短嘅教練，都可上唔係一種突破嘅。而 Fletcher 入面最經典嘅嗰一句 It's not quite my tempo， 可能就正正代表住肥普對於森林嘅呢一支球隊失望嘅嘆息啊。第二個悲劇嚟自荷蘭人 Frank de Boer。77天的控球夢。喺17年嘅夏天，呢一位荷蘭教練 Frank 就嚟到咗水晶宮啦。如果話奧普喺森林演繹嘅係進擊的鼓手嘅話，咁 Frank 喺水晶宮演繹嘅就肯定係 Inception 嘅 Duncan 啦。佢帶住壓即時式控球嘅藍圖闖入咗英超。佢嘗試喺呢個咁粗暴現實嘅聯賽入面，植入一個夢，一個有技術有秩序嘅夢。喺 Inception 入面，時間喺夢入面係被拉長嘅，但係現實就只係得一瞬間。喺佢嘅大腦入面，佢嘅嗰個控球夢係可以慢慢咁樣鋪墊同埋內心咁樣雕琢嘅。只可惜喺球會同埋球迷呢一個現實世界入面，只係俾咗佢4場波嘅時間，即係 total 77日。Come back to reality, Tom。結果當 Frank 佢覺醒嘅時候，成支球隊已經呈現一種自由落體嘅狀態。就算換咗教練，成支波踢出嚟嘅成績都仲係處於一個5-0或者係4-0呢啲咁糟糕嘅結果。跟住第3個悲劇就係 Les Reed 嘅呢一個40天的土撥鼠。06年都仲係助教嘅 Les 咧就臨危受命，攞住佢本教科書，夾硬咁樣被推咗上去查爾頓呢個舞台，又夾硬咁樣演咗一部人生歷史上最難堪嘅 Groundhog Day 戰術輪換。嗱，雖然話係臨危受命，但係 Les 咧每日都好努力去嘗試改變一下球隊嘅嗰個咁糟糕嘅成績，只不過每次第二朝醒嚟都仲係呢一個0-2嘅。7場比賽入面就贏咗1場啦，但係你唔好話同上面嗰2個悲劇相比嘅話，佢起碼有1場贏啊嘛，係咪？公啲，但係只可惜咧，球會咁佢依然墊底啦，咁球迷就當然係抗議啦，連媒體都嘲諷佢係叫做 PowerPoint 教練，哇！真係好難聽嘅大佬。當佢一直喺呢個戰術輪迴努力當中，嗰一點曙光就係呢一場以1-0贏咗布力般流浪。喺記者會上面，佢充滿信心咁樣講：呢一場波將會係我哋嘅轉折點啊！結果3日之後又以1-5輸翻啦。而1-5呢一個結果，終於結束咗佢呢個40天嘅重回土撥鼠嘅命運啦。有人話佢唔係教練，佢只不過係一隻代罪羔羊。但係喺足球呢個世界入面，成績就係審判。如果前面嘅嗰2位教練係節奏同埋夢想嘅悲劇主角嘅話，咁 Les 就係現實一部黑色喜劇嘅男主角。好啦，以上就係短命教練嘅3部曲啦。接住落嚟到反思題，如果時間在倒數，你會先改變你嘅夢想呢，定話先改變你自己2年前？仲諗緊啊，大佬，不如睇翻前面嗰3套戲，再諗諗啦。